久病康复的张达明携老婆和儿女一同到艺术学校欣赏《星光列车》演出。逐步复出目前工作的达明，这一天精神饱满，但身形依旧瘦削。他透露，今次是女儿提出要看这出舞台剧的，而其9岁的女儿更是遗傳了他的演藝細胞，對目前演出極富興趣。但達明似乎不太希望女兒步自己的後塵。我麻麻地，因為佢後來同我啲即係同學傾偈咧，低班嗰啲同學咧，點啊？跟住翻嚟同我講，爹哋，你嗰啲同學仔話做舞台劇好辛苦喎，同埋係唔係好多錢嘅。我話係啊，你諗清楚啊，你真係為興趣為藝術㗎咋，你唔好諗住即係可以賺到多錢啊，唔好以為人哋明星啊咁係。雖然張達明讓女兒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，但他坦言擔心女兒荒廢學業，同時亦感覺被女兒忽略。但係而家佢我驚佢唔理我咯。佢因為開始就要話我喂你食完唔係即係你break 嗰陣時，我哋接你食飯啦。我唔使啦，我同我同事食飯，好傷心啊！我拒絕我同佢食飯約會，好嬲啊！而家我而家。驚佢掛住啲幕前嗰啲演出，即係會荒廢咗個學業。係咯，我諗而家荒廢咗啦，好擔心啊！開學我要叫佢加把勁先。